花莲市本地一日的粪扫量大约是60吨到70吨，严格伫过年后初时开始收粪扫，一日却收到180吨的粪扫，阁有真侪粪扫拢无分类，嘛阁有一寡危险这种烟火的粪扫，所以清洁队是呼吁民众一寡有危险性的粪扫应该爱分类标示，才交予清洁队员。 花莲市的粪扫场怪手将粪扫当作一座一座的山，加上进前也无送出的大年气化炉，社会占地粪扫现场已经有差不多8万吨。这时开始恢复收粪扫了后，垃圾量阁渐渐暴增。大年夜那一天的垃圾量大概90几公吨，那到了年初4爆量到186公吨。其实这个量我们一点都不意外哈，因为年初4开工的时候，它的量包含有年初1到年初3的量。 不过，未少粪扫袋拆开要分类的时阵，发现民众无好好分类，内底有未少玻璃杆、金属性质，喷拢黑未平，互清洁队员工作真危险。真的要拜托大家，有一些铜啊、一些铁啊、有一些尖利的一些尖锐的一些物品哦，包括玻璃等等哦，请一定要分类做好回收。那其实我们都很怕我们的队员去割到。 根据统计，1月23到28，花莲市收250吨的粪扫，初四了后到1月初4，各收300吨的粪扫。这500吨的粪扫，目前也干会用暂时囤的，粪扫愈囤愈多，什么时阵才能收了，也引起关注。那台泥气化炉，它一天一个炉就只能烧200公吨，希望能够开第2个炉，因为假还是维持一个炉烧的话，对我们的气化的速度还是太慢。 清洁队员事后表示，春天粪扫上大问题是，还有先土房车烟火无细致，就会互烟丝擦伤以外，还有烦恼有残留的火药。拜托民众将这危险物件另外分类，搁交予清洁队员。公司新闻花莲报道。